虎尾寮污水处理厂本来就有一个旧厂，它的处理水量大概是12000吨左右。那目前来讲呢，随着我们台南市东区那一边跟永康路那一边的一些污水慢慢收集进来，水量有点不够处理，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扩建污水厂成为必须的事情。最主要是因为为了改善整个三连溪的水质啦啊。那我们知道整个三连溪整治完以后，第一个它已经在沿线都不会淹水啊，但是水质的部分我们要一并改善了啊。所以我们就特地跟环境部来争取经费，来改善整个三连溪的水质。94年的时候，当时呢就是台南市、台南县跟高雄县一起呢签署了一个二人溪整治的愿景。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当时的环保署、现在的环境部，其实我们投入了很多资源来做这个整治。前几年呢，甚至呢在二人溪的出海口都可以捕到呢鳗苗。这一次呢，二人溪的支流呢，就是三爷公溪这边的这个改善包括虎尾寮扩增它的处理的量能，以及呢把上游的污水截流到虎尾寮来处理。那这个呢，对这整个地区的水质的改善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三爷公溪呢，也可以从严重污染脱离。整个污水的一个处理，从这一边把水抽起来。它本来在地下水那个下水道管道系统里面，把它扬升到地面上来。接下来经过了这个地方来讲是除臭系统，3是沉淀池，把一些污水里面的一个比较颗粒状的一个东西沉降下来之后，比较澄清的水进入到第4，溶解在水里面的有机物质，我们利用生物处理的一个方式，利用厌氧跟耗氧曝气的一个方式，我们的一个水质呢，能够把它降到我们符合放流水标准。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三爷溪上游排水截流暨虎尾寮水资源回收中心正式启用。我们跟环境部合作，尤其环境部非常帮忙，对于我们东区的三爷溪上游的截流，还有这个水资源回收中心，能够挹注大笔经费，让我们可以把三爷溪的上游开始，一方面能够截流，一方面能够让水质更净化，那可以让台南市的河川，这改善水质改善更进一大步。大家知道三爷溪的上游很多的部分都是这个家庭废水、民生废水所造成的，但我们一方面是努力希望能够接管。那接管的部分当然牵涉到由政府机关开始，跟民间机关一起来同步并行。另外一方面经过接管之后，这个进入下水道的这些污水就能够经过净化从过去1.2万吨变成2.7万吨，那能够排放这个1万吨的干净的水，那这样子对于三爷溪的水质净化有很大的帮助。大家好，我是杨顺怀，欢迎收看9月19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4摆定期大会开议，头一天市长黄伟綽也未施政报告进前，议员纷纷针对台南大众运输的财务规划、厝税调整以及台南400基中报告等等，要求进行专案报告，希望透过直播，让市民清楚知影。议会第4次定期会开议头一天，议员就新市铁路立体化、延康铁路高架化以及台南捷运等大众运输的建设预算，已经对700多亿增加到3000多亿。不过到底财源伫倒，如何规划，麻烦了摆客到其他的建设经费。所以议员蔡业辉的提案要求市府进行专案报告。阮也要弄路、水路、山坡地。咱这边做钱，拢无意见。我遐预算受到财务的排斥，健保排斥，我遐建设拢愈来愈歹。我希望咱爱把这个规划讲我较详细小看，到底咱未来要做钱，第一条个规划钱是要安怎
因应吼，不是简单讲一个，安尼讲啊，咱主计财政说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在哪里？咱因讲人有中心，伊要铁路高架化，人里面准备高架，啊，我啊别甲反对，我嘛不意思。可是我没了解财务是安怎，所以我建议10月9号早上，所有举行咱铁路捷运化、铁路高架化要立体化一个规划财务说明。议员除了关心交通建设在湾，另外2024年台南400系列已经接近尾声。明年民间文书团体佮提倡复城建城300栋，对此议员应爱达理，嘛要求市府先提出台南400其中专案报告。针对今年2024年是台南400年，那在台南400的过去，我们在2022年跟23年的时候，分别针对这台南400，就是2024年要办这个整个年度的活动，会做很多讨论，做很多报告。那目前台南400，我们已经将近接近到尾声了，已经到第3季中段了哈。所以是不是有必要再做一个其中的2次报告？最后，议长柯立采示10月9号甲10月11号2天，分别由市府相关局处进行台南大众运输财政规划甲台南400其中报告。台南新闻军局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目前本所车有430台，回收车362台，平均的车龄拢是11吨、12吨，加上数量严重不足。环保局今年向中央争取1.7亿来添购，不过台湾的数量敢有够呢？嘛，互济议员相当关心。对此，市长黄伟綽答应，只要有不足，就用第2有备金来支应。每一天伫街头巷尾收垃圾资源回收的车辆，附近全市千计重重。不过，根据环保局表示，全市垃圾车甲回收车车龄拢超过10吨，每一吨维修成本将近1000万，加上数量严重不足，所以今年向中央争取1亿7000多万要来台湾。对此，各区议员嘛烦恼无车，佮无人力，积极来争取。对此，市长黄伟綽答应，只要设备不足，会当动用第2有备金来支援。依到全部的补助里面，其实第一项可以优先补助的就是不堪使用或车辆耗损严重的车龄已经超过10年以上的车辆，是第一优先来更换的哈。第二就是排放标准第1期至第3期的部分，再来才是年车龄满15年，你是安尼去排列的哈。是。所以看到你家，希望恁未来表格吼，这16辆里面，我整理有较好诶。垃圾车、回收车是每天都要出车的哈，所以讲180几万的人口，37区遮尔大，咱确实是无够，就尽力争取。永康人口越来越多，那垃圾车明显的不足。那在不足当中，好。用10吨的，结果用15吨。我报告那还有，你听我讲嘛，不堪使用的一堆啦。那永康人口这么多，该给它增加的，我想。我刚才已经跟各位议员报告过了，就是不分县区、市区，只要不堪使用的，我们就一律来。那就是要编列经费啊，但是就是没经费啊，这第一点。我想我会从2个管道，第一个从2倍金，第2个从明年总预算。年老的垃圾车逐工操，环保局表示，这5天来已经汰换100台以及62台资源回收车，不过汰换速度也是未符老旧的速度，为了避免影响收垃圾，甚至一旦正常维修需要调度，所以每年都要增加编列400万的维修费，卖继续争取中央支持来买新车。台南新闻军局张硕维采访报道。最近全台济学校的校名防恶意修改，伫网络引起讨论。其中南台南就有3间国中、1间高中、甲1间大学受害。议员蔡小伟就要求市府要随时掌握状况。对此，教育局回应：黑白改校名已经涉嫌刑法妨害名誉等罪，警方嘛会介入追查，千万唔通公算笑。
议会开议头一天，因为传出台南有真侪学校伫 Google 地图顶面的校名被人乌白改，包括成大被改成失败大学，明德高中被改成民无品德高中，甚至学校变加工名等等，引发网络议论纷纷。对此，议员蔡小薇指出，乌白改校名的做法已经涉嫌妨害名誉、破坏教育形象，要求教育局加强资讯安全。这样子的一个恶搞校名的行为呢，其实对于学校的名誉跟教育也是大打折扣，所以我想也呼吁教育局务必要提醒每一间学校要去做一个查证，那也要让这个 Google 的地图团队来提醒他们帮我们做更正回来。面对台南有3间高中、1间高中甲1间大学被恶意改名，教育局接到通报，马上通盘了解并完成修正。好有乱改名已经涉嫌刑法，后续一定的追究责任。恶意篡改学校的名称，而且用不雅的名称，已经涉及到违反刑法这个妨碍名誉这个部分的罪责。同时呢，也有涉及这个有关民事的一个球场的这一个法令规定，所以疫情呢不要随意的用自己的好玩或者是有恶意，那么来做这样违法的行为，以避免以身试法。那我们也同步呢，请学校这个给孩子做机会教育千万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行为。为了烦恼类似情形再次发生，都要主动通知 Google 地图的团队，校名锁定未当修改，嘛是爱对教育做起。台南新闻阮籍张硕维采访报道。2024艺术展区将伫9月21登场，邀请11支国内外表演团体伫台南市各区巡回演出，其中在地秀琴歌剧团嘛受到邀请演出海神妈祖。大地讲的是剧团作品《红红变》，伫日前得到团艺金曲奖的肯定。戏曲表演类最佳年度作品奖得奖的是凤凰变。第35届团艺金曲奖由台南在地歌戏秀琴歌剧团的《红红变》得到年度作品奖的肯定。如果没有大家同心协力，这样一出戏，在一个从外台出身的剧团来说，是真的很难。这出戏列为市的奖项，剧情以女性视角探索第4王朝的发展。制作方面，唔但保持歌戏的精髓，也佮融入现代剧场的手法，和传统甲现代完美结合。其实20年前，伊就写出这出《红红变》，就是为着台南，为着咱台南400年，伊的歌词、伊的编腔、伊的投影、服装设计，什么都第一等的。妈祖带领千里港甲顺风耳收复海妖，迈入第14档的艺术展区，将伫9月21巡回各区，由11支表演团体进行13场户外大型演出，其中秀琴歌剧团10月18会伫关庙三社宫演出海神妈祖。这样子一个团队，那参与我们艺术禁区的活动，那我相信一定会让今年的节目更加的精彩。为着咱传统戏曲继续搁再拍拼，不但是咱台南艺术禁区，也是讲咱的北中南拢咧巡回大公演，售票、锁票，搁表演到出国新加坡、大陆、日本。剧团成立到今已经38档，唔但伫台湾各地演出，嘛出国到巴黎文化奥运，要甲传统戏曲团团落去。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真侪人对着居家美学相当的重视，
花艺就是其中一环。完成伫文化局册顶的老主席有着艺术设计专长，伊甲这份专长运用伫花艺设计上，打造台南的花艺品牌。细心的替客人挑选合适的花种，再熟练的包装成花束。他是杰森花艺的主理人刘子德，不但有艺术设计专业，还曾经在文化局任职，是龙旗空山记主创团队成员之一。美的事业是我一直追求的梦想，所以，当我有一个梦想想开花店的时候，我就努力的找到这个店面，而且这个东桥的地方是一个很需要美的环境来挹注。店面就开在永康东桥，主要以花艺为主，有花艺教学、花艺定制，还有永生花和鲜花，相当多元。从试营运到开幕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吸引许多顾客上门，订单量暴增。第一次来那个 Jason Flower， 那刚刚进来的时候，就是很像来到森林的花店这样。他用的花材也是我都非常喜欢的，创意也非常够。店内以灰色与黑色勾勒出时尚路线，还打造一张长400公分的花艺工作台，除了展示花艺作品之外，更能提供餐酒会各式活动做使用，让花店空间灵活运用。在花艺上面的这个设计也好，或者是未来的这个经营，我想一定会非常宏图大展。希望说子德可以把他在文化局对于文化、对于美的训练呢，那结合他在园艺上的这个专业，然后来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美。子德啦之前在在我们的文化界其实非常有这个活力，然后现在又转业来做这个花艺相信也是会有非常的这个内涵。跨行投入花艺界，许多人都给予刘子德大大的祝福。丰富的艺术行政经验，搭配与生俱来的美感运用，要打造台南轻奢花艺品牌。杰森花艺，生活更美丽。记者收怀谈的报道。高雄做赢有业者甲蚵仔做成寿司，甜甜佮绵的口感受到袂少人的欢迎，而且也佫是限量制作。来到市场里的这家寿司店，琳琅满目的品相让人看了口水直流，真想每个品相都吃一轮。看网络上面来的，对，就是网络上看那个芋泥寿司，不知道吃起来是甜还是咸的。许多顾客慕名而来，为了要品尝店家的特殊品相芋泥寿司。满满的芋泥里头包了玉米笋、小黄瓜以及乳酪，绵密的口感让顾客念念不忘。它的寿司也很好吃，吃了流连忘返这样，都一直想要吃。老板采用新鲜的大甲芋头做成甜而不腻的芋泥，处理的过程相当繁琐，每日限量贩售，早早就会被顾客抢购一空。芋头的话是想说是选用大甲，那它因为它是比较有香气，那做起来的话就从切块，然后跟包含蒸，那蒸完之后还要再去打完之后来让它去加那个糖嘛，那糖的部分的话让我们人体的话比较容易代谢。那再加上做完之后还要再去做整形，整形完之后还要开始卷，这个整整的时间大概耗时在5个小时。还有炙烧鲑鱼寿司也是店家相当热销的产品，老板坚持采用新鲜的鲑鱼搭配店家特制的醋饭，吃起来相当顺口，也是熟客的必点品项。就是饭量跟鱼的量刚刚好，不会觉得吃的太多的饭，然后鱼也很新鲜。其实我本来是握寿司跟那个醋饭，搭配的话是更好的。那因为我想说就是卷一般寿司用平价，然后让客人去购买，那这样子的话会相对的让客人觉得说便宜，然后又好吃这种感觉，就想要说把自己做好吃的东西，然后给自己的客人这样子。店家用心的制作每个品项，希望能把每一份新鲜又美味的寿司交到顾客手里。记者潘志光、陈映君高雄报道。第8届秀山阳冠名师亲子画图比赛将于今仔日开始争竞。今年的主题是奇妙之旅，庙方鼓励小朋友用画笔画出秀山阳观音寺的各式庆典，和绕境活动。
1年1度的寿山岩观音寺亲子绘画比赛又来啦！今年比赛主题为奇妙之旅，庙方鼓励小朋友们天马行空思考，以参加寿山岩观音寺的各式庆典绕境活动进行发想，用画笔画出他们来到庙里后展开了什么样的奇妙之旅。而今年将从9月16号开始一路收件到10月21号，庙方鼓励来自各方的国小生前来共襄盛举。今年2024寿山岩观音寺亲子绘画比赛来到了第8届，并在9月16日开始收件喽。今年的绘画比赛主题是奇妙之旅，结合寿山岩各式庆典绕境活动，希望能看到小朋友发挥创意，透过画笔画出他们来到寿山岩展开怎么样的奇妙之旅。民众可以到寿山岩观音寺以及中嘉宽屏北建的门市、八德紫玄宫、龟山回龙里办公处以及新北市莺歌区永昌里办公室等地来索取我们比赛专用的图画纸，希望能借此来比赛，发挥传统宗教民俗文化，期待看到大家天马行空的创意哟。庙方也提醒参赛必须使用专用图画纸，而今年也增加到共有4个地点可以让民众来索取，而且今年除了有3连霸的奖项，还特别新增了4连霸奖项，欢迎画画好手们前来挑战。今年我们绘画比赛也一样分成4组，包含幼儿组以及国小、低、中、高年级组。另外，今年我们特别增设了3连霸以及4连霸的奖项，要来表扬那些勇于挑战画画的好手。我们图画纸收件从9月16日开始，一路收件到10月21日为止，并在11月17日举办颁奖典礼。无论你有没有参加过，都欢迎来挑战哦。寿山岩亲子绘画比赛迈入第8届，每年都吸引全国的小朋友踊跃参加，而今年也将在11月17号举行颁奖典礼。庙方欢迎小朋友们都能踊跃前来挑战自己。记者吕婷台报道。起立国际原住民族文创园区8月开始试营运，桃园市府趁着嘉义市啊举办音乐会，邀请原住民音乐人才培育各位歌手演唱家己的原创歌曲，刷落来还有2场音乐会含济工作坊，希望当吸引更较侪人入捌园区。优美的歌声加上美酒美食，让席地而坐的观众听得如痴如醉。桃园市府原民局在8月最后一个周末，来到位处桃园青埔的启立国际原住民族文创园区，举办马瓜斯微醺音乐会。首先由乐天女孩活力开场，接着邀请近年参加市府原民音乐人才培育计划的歌手们演唱自己的原创歌曲，从抒情到饶舌都难不倒他们，而原民局长也邀请大家，接下来9月还有2场音乐会，甚至邀请到王洪恩，欢迎前来聆听美妙的原乡音乐。今天是我们微醺音乐会啊，叫做 Magwas 音乐会啊。Magwas 是一个打样的一个音乐啊，同乐的意思啊。那今天是我们第一场的音乐会啊，礼拜6我们会连续3场的音乐会哦。那我们邀约了一些优秀我们原住民的团体来这边分享音乐哦，希望在这个时刻呢，邀约更多的热爱音乐的人来这边聆听哦。事实上，启立国际原住民族文创园区自8月1号开幕以来，园区也展开试营运，3层楼都陆续进驻特色原乡商店，从特色美食再到手作文创，都值得大家一间间来探索。而原民局长也透露，接下来一路到年底安排的活动，希望能吸引民众前来以太就近认识园区。这里是一个文创园区，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平台哦。那希望将来大家都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哦。那当然我们还有就是在下个月我们也有做一个
产业年会，也是要邀约我们全国的这个产业的原住民做一个交流，做一个分享哦。那最后10月份我们也有一个就是亲子活动亲子活动11月份我们会有连续产业年会跟这个亲子活动。做这个学生比赛，还有就是 DIY 之类的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国际原住民文创园区，也叫做 Kili 原住民园区，欢迎大家来。园区就位处在横山书法艺术公园旁 A17捷运站对面。接下来9月份也将陆续推出工作坊和体验活动。原民局期盼透过园区育成文创产业，达成交流、推广、展售等功能，将台湾多元丰富的原住民各族文化和商品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记者林婷报道。感谢收看9月19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松怀，咱再会。